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居家快筛的试剂，这2天药房甲超商开始卖咯。除了有部分的药房早就已经开始卖之外，下晡莱尔富甲 Seven 嘛开始卖国产的快筛试剂，啊，全家是拜六会同时来卖国产甲进口的罗氏快筛。咱的乡亲若是去买这个居家快筛的试剂，倒来家己验，若是验出来是阳性，安尼要安怎才好咧？你若是当咧居家隔离，或者是居家检疫者，请你马上甲当地卫生局来联络，或者是卡1922的专线。啊，你若无咧隔离，嘛毋是检疫者，请到社区采检院所来做检测。马会记哩，甲这个快筛试剂把握好势，交予社区的采检院所。民众报案日去药局想要买居家快筛试剂，就是为着要求安心。因为觉得应该还是有确诊黑数，所以就想说，如果家人有不舒服的话，可以自己测。快筛试剂在国外都是在一些药妆店或者是贩卖机都可以直接买，只有在台湾是到现在都已经疫情大爆发，才有可能有限的买得到。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部分落后非常多。没有，就是防范呢，就确定一下这样。国内疫情虽然有较回，不过袂少民众也是袂放心，有的厝内早就有快筛试剂。我女儿买的，当然了，为了安全呢。居家快筛厂商通过消水审查，开始对通路商铺货。台北市基隆路的药局在店外进口的罗氏快筛试剂嘛开始到货，工作人员无用咧上货。超商的部分 ，7-Eleven 同园100今仔日下晡2点半开始卖国产的快筛福尔威创。莱尔富今仔日下晡3点半伫北市地化店、北馆5工店嘛是卖福尔威创。全家拜六开始卖福尔威创和罗氏。大树和丁丁药局是早就已经开始卖，不过药局的药师嘛烦恼，超商开始卖了后，因会更较无用。像超商的店员，我们也知道他们都很忙，那也不一定他们都有时间来去教导他们，所以可能是他们可能在超商、便利商店购买了之后，但是回到家发现不会使用，所以又跑来药局端来问这边我们这些药局的专业人士这样。居家快筛试剂开始上市，药师嘛提醒民众会使先打电话来问，才会使避免排队造成群聚，嘛唔惊会买无。